自己去緬甸就可以挖到翡翠？如果呢個係幻想嘅話，我覺得可以。其實翡翠嘅開採係需要喺特定嘅礦區嘅，嗰度有軍閥啦，有政府。唔係話隨便人攞住個鋤頭去就可以挖到翡翠，但今日同大家分享幾個真係可以挖到珠寶嘅地方。你睇你嘅老家會唔會喺嗰邊？第一個就係新疆，可以執到和田玉。其實新疆仲有祖母綠、碧璽啊、紅寶石啊，其實新疆都有。所以我哋講新疆係一個好地方。第二個就係四川，四川有紅瑪瑙，但你唔知道四川仲有水晶，白水晶、黃水晶、紫水晶、粉水晶都有。紫水晶尤其係四川嘅水晶代表。第三個雲南，南紅瑪瑙、碧璽、海南寶，仲有黃龍玉。雲南嘅翡翠係嚟自於同佢接壤嘅緬甸，唔係雲南就產翡翠。只係雲南係一個交易嘅地方，呢個大家一定要注意。第四個係湖北，最具代表嘅係綠松石、孔雀石，具體地點係喺湖北嘅雲蓋子啊，仲有同一個水脈白河嘅月兒潭，呢啲礦區嘅綠松石都好出名。第五個係山東，山東係中國藍寶石嘅重要產地之一，尤其係昌樂藍寶石。第六個係東北，遼寧省雅防店嘅鑽石係中國最大嘅鑽石產地之一，被譽為東方鑽石城。最後一個係西藏，藏地朋友都中意佛家七寶。咁呢個七寶呢，大部分都係早期嘅舶來品，好似琥珀蜜蠟啊，多數都係交易翻嚟嘅。有啲全家嘅確實好有價值，但嗰啲你可以喺集市市場上淘到嘅，大部分都係義烏嘅工藝品。呢個仲係要自己多了解，唔好麻木落手。以上呢，就係中國各個地方嘅玉石寶石分佈，千祈唔好以為國際寶石都喺國外。我哋中國地大物博，都係有唔少貴寶嘅。我哋旅遊嘅時候都係盡情咁享受祖國嘅大好河山。話時話，大家喺旅遊嘅時候會唔會都買咗唔少藏品呢？可以喺評論區留言俾我哋你嘅經驗。品翡翠之美，讀華夏文化，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。